台中市的法制局最近是接到真侪家长的电话，讲囡仔甲过年摕到的红包的第二钱，拢摕去买正贵的手机啊，或者是游戏的点数，这家长是急甲噗噗跳。 囡仔的红包钱收袂少，毋过钱拢留袂掉。台中就有囡仔摕红包钱去买游戏的点数和手机啊，甲红包拢开了，家长是真着急要找法制局。家长就在询问说，那他可不可以退？因为这个对小孩子来讲，一次就买了好几万块的东西，确实是价格太高。有个中先开15000块来买游戏的点数，阁有人直接摕爸母的手机啊来买付钱的软体，一买就是55000。希望他暂时先存起来，我会带他去银行或是邮局，教他怎么把它存起来，会给他们一半让他存。未成年的消费纠纷，毋是过年期间才有。台中法制局统计，去年规年就有5件进入申诉，两个人是买游戏的点数，一个人买手机啊，一个人买宝可梦卡，一个人买化妆品。其中敢若2件和解，一件是部分和解。7岁以上。 未满20岁的且未婚的未成年人，就是我们所称的限制行为能力人，他的法律行为必须经他的法定代理人同意才会生效。台中市法制局强调，若是未成年用家己的身份来买，家长会使主张退货退款。不过，若是已经用过游戏点数，可能就无法度退。商品若是已经使用或者是有毁损，家长就要付一部分的钱。提车厂商卖商品的时，应该注意消费者年龄，避免引起纠纷。